那這個永康的正式轉運站其實就要解決這個國道客運長期下交流道之後在永康地區停靠的問題。我們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區因為沒有適當的路外場站的這個空間，所以它都只能路邊停靠。所以我們在這個前幾年就先解決了這個路邊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問題，我們設置了臨時的轉運站。那同時也開始建設新的正式的轉運站。那這個轉運站总經費是5300萬，那也感謝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補助了4500萬。這個轉運站內有8個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國道客運的停靠之外，我們也特別預留了2席，讓市區公車來停靠。周邊的這個汽機車的停車空間也相當的充足哈。经過這個試營這段時間，我們在路邊以及原來的臨時轉運站部分呢，對於汽車跟機車的這個停車空間都盡量的來滿足。那我想我們這個轉運站的這個正式營運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長途客運一定有非常好的這個服務的空間。那也歡迎市民朋友來多多利用。在車道上，我們才一進一出讓車輛可以比較順暢的一個通行。那室內空間也非常的寬廣那讓國道客運跟市公車來分流，再讓民眾呢可以有一個舒適的一個候車空間這樣子。我們謝謝台南市政府來規劃設置這個這麼完善的一個轉運站。那實際上設置之後呢，對我們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對我們這個運量來講是會有一個提升的。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啟用。我們找一個好的地方，讓等車的民眾、通勤的民眾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來做轉運，這是刻不容緩。那經過2年多的努力，把這個很漂亮、而且很舒適、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轉運站終於建設完成了。希望它擔負起讓市民行的安全、行的舒適、乘坐大這種運輸工具的一個好的經驗。希望它的啟用能夠帶來交通改善的另外一個契機。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12月23號禮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市長黃偉哲在12月25號就就職滿7週年，市府特別召開擴大市政會議，率領局處首長發表就職7年來成果，用具體數字來展現台南的蛻變，包括去因投資將近3000億，減債超過200億。市長表示，好的部分會繼續加強，無夠好的也會檢討改進。勉勵官員愛驚心，莫自滿。台南市政府第729次的市政會議，23號上午選佇個展文市政院景園區來舉行，而且閣是佇個黃偉哲就職7週年的前幾天。市長表示，市政是一幫接一幫，7年來全力以赴。市府回頭來檢視7年來所行過的路，會用使台灣543年。今天非常高興哈，其實我們今天借着我們執政屆滿7週年前夕來召開市政會議哈，那主要是讓我們的執政的市府團隊能夠回頭來檢視過去我們走過的路，然後能夠了解有好的，有不夠好的，好的部分我們當然要加強，那不夠好的部分我們要檢討改進，在最後1年裡面沒有這個假期，也沒有所謂的這個民眾認為說任期快屆滿所產生的自滿，或是這個自己覺得說已經夠了，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把現在的情形，只要再擔任市長1天，市府團隊只要在位1天，就會兢兢業業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這是市民的期待。上午的市政會議由地政局長陳淑美來代表簡報，說明市府7週年的施政成果。在經濟發展上，7年來成功吸引投資額超過2939億，減少的債務有205億。在社會福利上，長期照護的涵蓋率連續4檔攏是6度排名第1。市政團隊7年來的努力，
讓台南成功轉型為智慧科技的城市。因為台南是我的家鄉，它是最有文化底蘊、廣大潛力的城市，但它值得被看見更多可能。我告訴自己，不管多難，這份承諾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實現。希望那是一座能讓人來過就會想停留下來、吸引人的宜居城市。我相信未來的台南是一座兼具文化底蘊、創新能量共融的美好城市。在任期最後一天，市長黃偉哲嘛勉勵所有的官員，在任期的每一天，攏要兢兢業業，滿足市民的期待，袂用的傷過自滿。立會中市府各局處，在近期政府的服務、智慧稅務、地政所謂創新、到健康城市的推動等，嘛分別得到中央的國發會、國土署、甲着衛福部等獎項。上午嘛一一將獎項來獻給市長黃偉哲。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台南直飛日本熊本航線正式啟航。台南市政府23號甲台灣虎航在台南機場舉辦台南到熊本首航儀式，包括市長黃偉哲、台灣虎航商務長以及交通部民航局長攏出席。現場有濟中央甲地方民意代表共同參與，見證歷史性的時刻。台南國際機場23號下午迎來台南到日本熊本的直飛航線，包括市長黃偉哲、台灣虎航的商務長許志遠，以及交通部民航局長何淑萍，甲着國策顧問康英所、立法委員林俊憲，甲着陳廷輝等人，攏共同出席，見證這項歷史性的時刻。請啟動台南熊本正式起航。同時呢，我們也要祝福我們的航線順利，班班客滿。現場的朋友們，我們是不是掌聲鼓勵？非常的感謝，今天有這麼多各位長官、貴賓，還有我們首航的所有的旅客朋友們，大家共同的來見證。今天是我們台南機場迎來首次迎來已經睽違很久的盛況。自從疫情過後因為國際航線就停了，所以說第一次迎接這麼多的好朋友。我們感謝虎航開闢台南到熊本、台南到沖繩的航線，能夠讓大台南地區186萬市民朋友，還有包括嘉義，還有包括北高雄的地區的民眾都很方便的在台南出入。如果要去日本熊本的話，大家知道台積電在日本熊本投資，那1期已經生產，2期在積極設廠中。未來還有包括生態系產業鏈的許多廠商也會在熊本那邊登陸。那所以說台灣跟熊本的往來只會越來越密切。其中台灣虎航的商務長許志遠嘛表示，要經營這條路線，要感謝真濟單位的幫忙，尤其是水加油的問題，民航局嘛代理來支持，甲着鬥3天。當然了，這條航線要飛起來，還是剛剛講的非常辛苦，也要感謝很多單位。我這邊只點出2個問題啊。當初我們要飛這條航線，第一個面臨的就是這個水，大家要機上喝這個水都很難即使因為這邊有一些水車的一個問題，當然非常謝謝交通部以及民航局以及市政府的一個協助，讓我們今天可以在機上喝到水而已這個問題其實很辛苦，也謝謝我們友航的一個協助。那第二個問題其實是這個油，其實我們今天飛去我們會看到，為什麼旅客沒那麼滿？其實因為我們當地沒辦法加油，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啟這條航線，每一班我們必須減載，因為我們必須把一些位置空下來，才能把回程的油都要載去。所以即使是8成滿，其實已經代表是全滿了。虎航它在日本飛了23個點，終於回到我們台灣，在這個桃園、高雄、台中，把台南列進去了。就在今天開始首航，第一個謝謝虎航。第二個部分，我要謝謝市長帶領的團隊。其實整個台南的觀光跟古城的風光，還有美食，其實不用我多講，在地的各位朋友一定非常了解。剛剛我旁邊這一位我們的代言人，他也是在把台南的相關的一個美食等等的一個景色介紹給日本朋友，然後也希望透過他帶來更多的日本人
那我這個也要謝謝市長跟團隊，還有我們的代言人。市府表示，台南到日本上班的航線自今仔起，由着台灣虎航伫每禮拜2甲禮拜5來飛，日本的旅客會當直接對石組來飛到台南。現場除了有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支持，另外嘛有日本的藝人、網多大力來推薦，希望航線會用持續經營。會後第一批旅客嘛陸續來出關，登上台南到上班的首航。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民調剩無到20天，立委林俊憲嘛開始徛路口來爭取唯一支持。23號一透早，就佇多位議員相挺之下，佇車流量真大的小東路中華路口來拜票，展現團結的氣勢。在台灣拍選戰，徛路口就是候選人增加曝光、加強選民印象的經典文化。所以，這屆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的最後衝刺，立委林俊憲佇這位議員相挺，23號一透早上班時間，就選佇車流量相當龐大的中華路小東路口來爭取唯一支持，嘛強調只有團結的民進黨才能拍贏選戰。很感謝啊，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非常多的市議員，今天在我們永康區、東區、中西區的議員大道就全部到齊了。我們展現我們團結的精神。我想，只有團結的民進黨才是國民黨最害怕的，也只有團結的民進黨一定可以打贏明年的2026的市長選舉。初選過程，林俊憲一直主打老人種批紙、疫苗免費、學生午餐、零牛奶免費等社會福利政見，加上日前老縣長陳東山甲台南市長黃偉哲攏表態支持，伊認為這是民調首次超越對手的關鍵。第一個，我不斷地提出很多的社會福利的政策，我也提出我未來如何規劃台南市的一個藍圖。我們接到非常多市民非常正面的肯定的反應。另外呢，我也特別感謝幾位前輩，尤其像陳南山老縣長以及黃偉哲市長他們公開對我的支持。初選民調進前，在2月27要政見發表會，邀請學者專家甲媒體提問，甲對手陳亭輝公開進行政策的對決。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台南市議會23號在永華藝術廳大廳舉辦歷屆議員聯誼餐會，邀請歷屆議員組織做伙，互相交流，聯絡情誼。議會副秘書長林和雄代表議長出席，向議員前輩致意。這現任的議員也出席與會，來請教前輩問政的寶貴經驗。今日在永華藝術廳1樓，真濟退休下任的議員前輩。受到議會邀請，轉來到後頭厝聚餐聯誼，除了聯絡感情，也互相交換意見。議會副秘書長林和松表示，在座歷屆議員前輩，攏是推動市政甲議政的重要力量，為台南的發展奠定建設基礎。在座的議員呢，先進呢，都是偉大的市政推手，為台南的建設呢，打下厚實的基礎。也因為有各位的前輩的帶領呢，讓現任議員呢更能踩着穩健的步伐，繼續呢為市民發聲。今天的餐敘不只是吃飯，更重要的是聯誼交流，還有分享近況。希望大家能夠享受，也希望這一頓飯能夠讓大家吃得心情更輕鬆，彼此更親近。但是歷屆議員協進會理事長沈明松表示，一年一度的聯誼餐會，就親像是大家庭的團圓。成員雖然真濟，卻情誼深厚。歷屆議員前輩精誠義益，現任的議員活力十足，彼此交流近況，分享經驗，在輕鬆歡喜的氣氛當中，凝聚向心力。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
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了提供將軍區民眾到公園的優質公共空間，市府規劃新建馬沙溝到公園活動中心，工程在111年11月動土，歷時3天，總算完工。23號由市長黃偉哲親身主持啟用典禮，加鄉親做伙歡喜入新厝。請動剪，請大家掌聲鼓勵，為我們大沙溝交通的活動中心帶來喝彩，帶來祝福。馬沙溝大公園活動中心正式落成啟用，不僅是社區公共建設邁向新階段象徵，更為當地居民提供優質安全的公共活動空間。地點滿海，鄰近當地市中心李勝宮，未來會當辦理共餐、關懷據點、寄車等喜慶活動，成為凝聚社區情感、促進文化交流以及推動居民終身學習重要據點。我們馬沙溝活動中心終於順利能完工啟用。那這中間歷經了一些大家的討論，總共花費的經費3786萬。那獲得這個2層樓的建築物，可以說是你看看這周邊是靠海，但是這邊變成李勝宮是信仰中心，馬沙溝這邊是活動中心，可以讓很多好朋友都能夠來這邊，不管是親子，不管是共餐，不管是關懷據點，不管是一般的里民活動，甚至民間的嫁娶，都可以來這邊活動中心舉辦，所以說是非常多功能的，也希望大家妥善運用，好好利用這個活動中心，能夠讓這個社區的居民距離更接近，那活動更方便。將軍區長鍾介軍指出，新建活動中心位置咧馬沙溝地區，涵蓋中沙里甲平沙里，位置兼具自然風光甲人文歷史的濱海漁村。活動中心1樓會當提供里面舉辦集會，嘛會當發揮在地化社區照顧，營造永續健康的社區環境。2樓規劃多元使用空間，會當達成多目標使用功能，落實市民對着公有公共建設期待。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台南市衛生局23號以防疫照顧、健康永續為主題，呈現一冬來健康升級的相關政策，其中包括在天高熱、AI 醫療、甲老人照護全面升級，攏有真好的成果，甚至旗下國際級健康永續大獎的肯定。114年度台南市衛生局透過成果發表機會，都來向市民報告這一冬來佇天高熱的防治有成、AI 智慧醫療以及老人長期照護的全面升級。各單位已經頒出因佇台灣健康社區評選當中8大獎項的肯定，相當搶眼。國人局強不強？強！除了防疫照顧甲健康永續訴求，另外配合中央和市民佇禮拜或者是國定假日，買當方便就醫的輕急症中心，佇11月啟動服務以來，真正做大新，強調小病唔免開大病院。那到目前為止，我們假日輕急症中心在我們13個示範點裡面，那目前我們的成效一直維持得非常的良好。那大概呢，這個辦理的它都是在這個每個週末。那最近的這個6週以來，每個週末大概都有150名以上的民眾受惠。那他們只要付這個一般門診的費用，但是可以得到這個急診快速的這個服務哈。那在永川醫院呢，目前是我們台南的示範點。那在中央呢，今年也只有1個示範點。我們希望未來也可以爭取更多的經費。但如果你有需要進一步的做緊急處置，那成大跟奇美醫院都有所謂的綠色通道，是可以直接快速的來做一個轉診。所以希望提供給民眾更多更好的服務。大家在假日遇到輕急症，不用去擠這個醫學中心，那我們在永川醫院也可以提供給大家相對快速完整的服務。衛生局表示，未來將持續以市民需求為中心，結合科技社區加健康促進，打造台南成為健康好徛起的城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中嘉寬頻三冠龍上主青甲台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合作，打造了一支研發打雜志工隊。
即屆前往客家區的新營社區進行課程分享，用生動創意的底角，演出定期的詐騙手法甲防範的重點，互共年齡的長輩佇輕鬆的互動當中，學到實用的防詐知識。詐騙手法不斷翻新，長輩往往成為詐騙集團鎖定的目標。不同於以往由年輕人上台宣導，這次角色互換，由5名銀髮打詐志工穿上鍾家寬屏三冠王雙子星背心，前往台南學甲區的新榮社區，化身課程助教，陪伴同齡長輩一起學防詐。因為詐騙都是講好康的嘛，這攏是貪的。銀髮志工熟練地拿着手卡，配合生動創意短劇，模擬各類常見詐騙情境，結合自身經驗分享，呼籲來路不明的連結不能亂點，成功引起現場長輩共鳴，也加深防詐記憶。其實我們是在學習當中，剛才那個場面雖然我們是志工，但是我們有很多也是剛我們。好像我也是第一次聽到，我第一次了解，所以我們自己也是學習的對象之一。詐騙非常的嚴重啊！我嘛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知影，這反詐騙的方法啊，加假信息啊，互大家知影盡量。鍾家寬屏三冠王雙子星團隊講師從媒體識讀基本概念開始談起，指出在 AI 科技快速發展下，眼見為憑已不再絕對可信，特別加入 Deepfake 影像的防詐辨識內容，提醒長輩遇到可疑訊息務必提高警覺，多方查證。因為現在詐騙非常的猖獗，然後剛好我的好朋友楊明景楊老師他有跟我講說有鍾家寬屏，他們現在就是大量在推廣，我們的長輩也都吸收了很多。那希望說透過鍾家寬屏這樣子的宣導，能夠達到最高最好的防詐騙。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接受我們的三冠網的培訓，防詐這個訊息非常需要給社區的居民知道，讓他們避免去遠離這個詐騙。透過企業志工的牽線，不僅協助社區長輩提升媒體識讀與防詐能力，建立正確的媒體使用觀念，更期盼讓長輩成為防詐先鋒，從被保護者轉為守護者，共同成為守護社區安全的重要力量。記者說懷談的報道。導遊不只是好耍，更會當成為學習的利器。中嘉數位集團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合作推動媒體素養計劃，5年來有了豐富的成果。其中自主研發的媒體素養導遊課程，就是佇遊玩當中來學習，讓媒體素養教育變得更加趣味。台灣師範大學自2020年起與中嘉數位集團、新市坡有線電視攜手推行媒體素養產學合作計劃。成果發表會上，由計劃主持人台師大陳炳宏教授公布計劃成果，結合自主研發的公平無私桌遊進行教學實驗，成功將媒體近用權、公用頻道等抽象概念轉化為可操作、可體驗的學習情境。玩過桌遊，他比較能了解前1個小時講授的課程的內容然後他其實實驗組他的學習成效也優於對照組，就是有玩桌遊的，他學習才用每個後測，他的成績他還是比較會進步陳老師他把一些比較教科書的，把一些比較枯燥的東西，他把它遊戲化了。這是在過去的幾年內，我覺得眼睛為之一亮的。為什麼？因為只有這樣的一個方式，才能把我們覺得很枯燥無味的東西推廣出去。因為媒體素養這樣的課程聽起來好像真的就有什麼好學的，可是它透過遊戲，透過一些遊戲的研發之後，可以讓很多人認識，然後更了解這個東西。計劃團隊也將活動帶入各地校園，讓師生們從玩桌遊、拍攝到剪輯影片，完整走過一輪，並且短時間內完成作品，讓學員快速理解媒體運作，也將所學帶回生活場域，讓媒體素養不只停留在教室裡頭。
非常謝謝有這個團隊以及這個中嘉的支持，讓東部相對弱勢的地方能夠有這樣子的媒體資源。那在桌遊的部分，去結合媒體素養這樣子的嘗試，其實需要非常多的人力來帶領，以及需要有相關的資源，讓這些講師能夠從北部的地方到東部去。那在實際上的執行面上面，其實學生的反饋都是非常好的，包括說媒體產權相關的遊戲理念，去理解媒體的產權的不同樣態。我也覺得說，一個素人怎麼可能上了1天的課，隔天就能外拍？那我覺得他們是一個很有系統的指導。那我們也在3個小時之內把影片拍好，然後下午呢回到教室之後，馬上就把影片組合起來，還教我們上字幕，然後接着呢真的很精彩，馬上就發表了，而且每一組都有完成自己的作品。5年來舉辦的課程、講座與工作坊成果豐碩，累積補助57門課程，舉辦480場講座，並透過20場手機引製工作坊，產出147部影片，還有讀書會、桌遊設計工作坊、青銀共學等活動，超過3萬人次參與。計劃協同主持人侯正南教授表示，最難能可貴之處是將民眾拍攝剪輯的作品在公用頻道上播映，真正落實媒體禁用權。其實我們有舉辦了這麼棒的一個工作坊，讓我們的這些市民朋友能夠參與這個工作坊，然後從拍攝到整個腳本的構想，然後甚至還有拍攝之後的一個後製，然後播出。然後播出呢，除了在工作坊的播出之外，我們還會真的讓他們申請這些所謂的一個公用頻道，各縣市的公用頻道。所以借由自己，然後也經由大家的作品，大家能夠對媒體素養有更一層的一個意義。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方式。現場也由台師大大眾傳播研究所所長蔣旭正頒發感謝狀，肯定中嘉數位集團產學攜手的實踐成果，透過桌遊、影像與教育行動，培養更多具判斷力與公共意識的公民，讓媒體素養走進日常。記者李啟慧台北報道。感謝你收看12月23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秦碧泉，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你們知道嗎？台灣即將迎來新的里程碑，是什麼？是什麼？這件事和你們都有關係，就是民法成年年齡修正了。那會有什麼改變嗎？
改變可大了呢！從112年1月1日起，滿18歲就是成年人嘍。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滿18歲以後才能結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簽契約、租房子、到銀行開戶。不過，成年人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